康華基先生。各位來賓，咁多位粵劇歌藝界前輩、好朋友，歡迎各位光臨韻城劇院，欣賞由寶新星戲曲演藝中心主辦嘅星輝戲曲耀梨園粵劇欣賞晚會。總共咧係有6出嘅名劇㗎。咁而第一出咧演非常之精彩㗎，亦都有呢個嘅紅伶黃海先生咧係演出㗎。呢出戲咧就係、是《秦香蓮之神廟》秦香蓮又叫集美記嚇。故事咧係講述喺北宋年間咧，溫州人呢個陳世美就去上京赴考，真係俾佢高中狀元噃。天子重賢豪啊嘛，竟然想招佢做駙馬喎。但係陳世美同我一樣嘅家有賢妻嘅咯喎，以後秦香蓮仲有一對好精靈嘅仔女添。但係利欲熏心，佢想攀龍附鳳咧，竟然隱瞞自己已經有發妻竟然娶咗公主成為駙馬。佢呢方面咧就洞房花燭咋，可憐鄉下水旱為災，父母咧先後呢一個嘅過世，秦香蓮又帶住一對仔女呢個東哥春梅咧係上京尋夫。咁佢知道自己嘅丈夫做咗駙馬竟然想闖宮，但係咧係被陳世美驅逐㗎。好在宰相王延齡咧憐憫佢安排咗喺陳世美嘅壽宴度咧去扮作歌姬，希望用歌聲嚟感動陳世美。但係陳世美仍然不認妻喎。咁王延齡唯有咧俾把指示佢，叫開封府揾包拯咧係呢個申冤㗎。而陳世美知道咁，就派家將韓琦咧去追殺自己嘅妻子同埋一對仔女。究竟呢個嘅韓琦會唔會將呢可憐嘅三母子手刃呢？呢個故事嘅結局咧，就由翻各位一陣間喺呢個戲中咧係呢個知曉啦。而家咧請各位以熱嘅掌聲歡迎紅海老師黃冠倫小姐佢係飾演秦香蓮嘅，紅海老師係飾演呢個韓琦佢以小步認功㗎。另外有兩位好精靈嘅小豆丁，包括咧劉穎元飾演東哥，李亦軒飾演春梅㗎，佢一齊為各位嚟傾力演出呢個嘅秦香蓮之神廟，請各位靜心欣賞。
娘親，我好肚餓啊！
官陀，三官陀，定然妙來暗藏身啊！闖進廟堂。為何駙馬要殺此人啊？錯綜複雜有內情，看其案。